来看国内财经话题，会得的执行长黄仁勋进前主动讲到能源议题时，公开表态支持核能，嘛或者台湾核电的议题又搁变成讨论的焦点。核适科技今日开股东会，董事长董祖贤嘛伫会后发表核能的看法。就好像有一部车，你说他用了6年了，那我们家就规定6年一定要废弃，这个不是一个很奇怪的思考逻辑吗？到6年零1天的时候，他还跑得好好的。用家用汽车比如台湾核3天期，工业各会当走，就爱保养一下。核小董事长董祖贤今日透早主持股东会，查某囝董爱玲嘛也贴出手，有关台湾能源议题，黄仁勋是支持核能备受关注。董祖贤嘛来回应经济部长郭智慧讲法。夏天要到了啊，不必为了呼应部长的讲法把冷气关掉，免得你中暑啊。因为民生用电只占整个台湾的供电的不到18%。那考虑半导体产业嘛，体用电量大，石化工业和暗蒙头发生，以瑞士当作利用核能到达日能，这能减碳效果特别100%。主张台湾应该核力共存，这是上好的方案。如果我们累积了40年的核电人才逐渐散掉，你就会发现台湾或许落后在国际间的新的潮流之后，有一天你要重新再使用这个技术的时候，发现人才都散掉，这是非常可惜的。那讲到燃料议题，辉达总部确定采伫咧树林北投，将伫咧未来和核小做厝边。对这件代志，核小执行长心情是半欢喜半忧愁。我们的上游伙伴可以更紧密的这个合作，很多外商一定会来台湾设研发中心，那当然影响到的也就是我们的本土公司怎么样去对抗这一个人才的短缺。台湾有家己的问题爱面对，加上国际局势变动，关税政策得要暂时延后。川普和马斯克一对过去捌是好马子，今嘛个贴破面。董祖贤尾啊马上祝贺复兴。美国这个国家还是非常的富强了，至于说富跟强之后是不是很康乐，那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追求富强，也要追求康乐。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